这个吼，中秋节伫个新闻主播，你讲一句话，你看敢有问题？今年中秋适逢满月。今年的中秋节适逢满月。这句话有没有问题？有啊，很大的问题。我那你之前你会想，中秋节一定满月。对啊。错。满月可能出现在16。所以这句话无讲唔对。有当时啊，中秋节不是满月，隔天才是满月。安尼怎样吼？好啦，以前中国有一个故事吼，就是中秋节的时阵吼，3个囝婿回来，老丈人吼，平人吼，伫个大家食会饼，你去赏月的时阵吼，讲，因为读册人吼，拢伫遐故弄风雅吼，叫好来恁3个囝婿吼，我出题目互恁对。伊讲嘛，什么东西圆又圆，什么东西缺半边，什么东西乱糟糟，什么东西真干净。大囝婿吼，抬头一看，天顶的月亮伫遐，伊就讲，中秋月亮圆又圆。过了15，缺半边；满天繁星乱糟糟，乌云一遮，真干净。好，赞。安尼二女婿一看，哎呦，夭寿哦，月亮互你讲伊啊。看特定有啥？月饼嘛中秋月饼嘛，好来。中秋月饼圆又圆，咬了一口，缺半边。饼上芝麻乱糟糟，再咬一口，真干净。这第三个讲，恁两个，一个甲月亮讲伊，一个甲月饼讲伊，我是咧讲啥？结果摇头一看。迄丈人丈妈坐伫遐，服服太太的。有啊，岳父岳母圆又圆，死了一个缺半边，办起丧事乱糟糟，再死一个真干净。可以解。中国人历代传说里面第三囝婿拢北七啊，拢闹着玩的都是傻女婿我听讲新闻讲中秋节大家都出国去玩，说我们的国旅都没有起色订房率不高，这嘛很快。你伫国内去佗不如去出国更较俗，迄回的机票佮加住宿加起来。比你国内订饭店，更较俗。安尼，大家说为什么我要留在国内玩？品质跟价格，所以咱嘛爱国内旅游爱振作啦，无以早拢迄个客中国客来拢讲宰杀，结果发现宰杀不了因为伊嘛无啥物钱愈来愈跳好啦，咱来边国内旅游咱来认识一下我们自己台湾的地形。因为讲到尾啊，咱台湾的岩石。咱来盖小姐嘉义中央山脉，中央山脉有啥物岩？沉积岩。对。百年片岩，属于什么？变质岩。中央山脉的变质岩，它有出名的是，规个拢有百年片岩。伊若花莲家是啥？大理岩，这三种拢是变质岩。
你甲我讲的沉积岩吼，是伫对咱的西部西部这一带。然后呢，咱北部遮是属于火山，属于火山。后壁爱拢比头祷告，袂上课。阳明山跟基隆大屯山一带，这个火山属于啥？什么岩？陆地火山，陆地的火山是什么岩？火成岩。火成岩的哪一种？对，火成岩。火成岩哪一种？海底火山是什么？那个花岗岩不？海底火山是玄武岩对吧？陆地的火山是上面？花岗岩。花岗岩是深层岩。安山岩。陆地的火山是安山岩。来，恒春半岛，要生汉。恒春半岛。沉积岩。它是珊瑚礁。珊瑚礁是什么岩？你讲的无唔对，沉积岩、石灰岩，珊瑚礁是属于深层。来，我们问你哦，珊瑚礁是珊瑚的上面。尸体吗？尸体吗？对。错。活着。石化。合在一起。珊瑚礁是珊瑚的分泌物。它的大便是一体吗？好啦，你要讲大便也可以。别刮哦。反正就是它的分泌物。一个简单的，这生物应该二维，珊瑚是动物啊，植物？动物。珊瑚是动物。珊瑚白化是什么意思？变。不是死掉。变白白。生病。但病久了就会死掉。但刚开始白化的时候是生病。然后珊瑚礁是珊瑚虫的分泌物，不是它的尸体哦。但是这个分泌物造就了咱全地球1/3的土地，咱1/3的土地哦，珊瑚礁构成澳洲最有名的大堡礁，规个拢是珊瑚礁做出来。当然，这个面积有当时随着海水涨落，因为珊瑚它会分布在温暖浅海。爱拢做浅的，所以咱海水上涨，可能有一寡珊瑚礁个阴你可看无啦。所以加是盛沉积岩，咱加无时间，咱无爱上来介绍珊瑚礁，它又分成岛礁、群礁跟环礁。来。沙环礁。叫我偏哦。澎湖属于什么？沉积吧。我有听到正确答案。澎湖的铜牌语是属于柱状的什么？玄武岩。你讲玄武岩不是伫海底，玄武岩不是海底，伫海底伊会压起来啊，地形抬升啊，伊会压起来啊，所以。这个玄武岩跟安山岩有它的岩质有2种不同的特色。安山岩它的岩质伊的岩浆比较稠啦就是伊的流动性比较差。玄武岩伊的流动性比较好，这造成啥物结果？这拢较悬的山，你有去平湖过无？你看迄个澎湖敢有关山？无哦，就是讲，这我有一个较无卫生的形容词啦澎湖岩石滚团落屎的，所以一摊平，这个就是正常的便便，所以它可以变成一座高山，澎湖那个就是平的，它就流动性大，所以它就摊平了，所以平湖拢无山。好来。叫有一个金门马桶，这属于上面什么岩？还有一个我们没出现过的岩，花岗岩。对，花岗岩。
所以你们拢都咧拍隧道的时阵吼，做假烂的，花岗岩是非常硬的，所以它的地下坑道很难打，是很费工的。好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我们每地叫一个人来登，对不对？绿岛、兰屿，来这上面，伊的岩石，甲拄仔有讲过，变质地，甲内底其中一个小港，花岗岩、鞍山，鞍山，就是那个大便。对，所以绿岛兰屿有高山，绿岛兰屿的山都蛮高的。兰屿有一个红头山，好在咱家，台湾的迄个，都会坑的，够了啊？金马都是花岗，金门马祖都是花岗。好，咱尾仔讲的咱矿物跟宝石哈，宝石不用讲，当然是咱日常装饰用的，钻石很久远，一颗就破产，是安尼，你们以后结婚，你们结婚钻戒要买钻石还是买金戒指？你喜欢钻石、钻戒还是金戒指？金戒指的它就比较保值。我来讲哦，你若要选戒吼，你若要选戒吼，你买回来吼，你要搁卖吼，迄价钱可能涨一半。但是你若买金嘛吼，你有可能你卖时阵比你买时阵搁较价单。黄金可以保值，你如果买钻戒吼，除非你的钻戒是举世无双的，做大量的一种，那个才有可能增值啦。否则一般的钻戒，你买回来再卖，价值就砍很多了。但是金价，纯金就不一样哦。纯金那个有时候金价上去你卖去你要等倒它，所以你会买对种。对啊，我讲选这较水啊，除了迄个做建材咱的花岗岩、大理岩都可以作为建材这样讲的。好，咱今仔爱来讲五指山无咱袂来，单纯两节，所以咱尽量甲今仔甲五指山讲了，上无嘛大部分讲了。五指山对甲一直作用。阿姆斯壮打去月球的时阵，讲伊伫月球打出一个脚印，即摆个低的，是安怎？没有风。月球顶管无啥，主要月球顶管无啥，空气跟水啊，所以表面有空气跟水，就是磨掉地表痕迹的两个主要因素，两个主要因素。所以咱今仔讲的地表的地质作用，可能空气跟水造成的结果，因像雕刻刀伫咱的地表刻出无同款的地形。咱若归纳有4个作用，第一个风化。我是拢写了。第二个侵蚀，第三个搬运，第四个沉积。但是这4个里面，风化你给它处理的，这3个是一贯作业，这3个是一贯它生产线的。侵蚀的你甲伊烤落来，你甲石头烤落来，烤油落来，然后呢，你会甲安怎？甲刷走，刷到对，刷到无想要刷的，你就甲安怎？甲下落来，放下它，面对它，处理它，放下它，就是安尼嘛，正言法师讲的。侵蚀、搬运、沉积，这是一贯作业。这拢会叮当的，这3个拢会叮当的。这个
不会动，这是岩石原地崩解的过程，所以它不会动，它不会移动。所以风化作用的因子风化作用的因子咱来看。你看伊写三个因子：水、空气跟生物。但是这三个伊的因子可以啥？流水，还有我叫伊顺序好了，冰川，来风，第四个波浪。来，你看这边的因子，第二件生物啦，第二件生物基蛙。对于没有生命的东西，是不是都是空气跟水造成的？但是伊差别不对，伊只把它写水和空气啊，表示伊是无动的。但是你看这四个，是不是拢是空气跟水移动所造成的？所以这是会叮当的，这袂叮当的。好，咱来看这三个。第一个水，咱讲滴水穿石，滴水穿石，就类似这个意思。瀑布，迄个水滴，地方唔是袂动，搁有一种水，有个所在你是白天在冰点以上，晚上会降到0度以下。这造成什么结果？咱的石头大颗岩石，是不是都会有细缝？细缝下游就是会底水，底水内底。伊若暗时结冰，结冰的时阵水会安怎？水结冰体积会怎样？我理化，水结冰，会安怎？膨起来对无？想要水结冰会膨起来？有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因为里面有空气。你也知道，大部分的物质从液态变成固态，体积都是缩小，因为固态通常比液态的结构更紧密。体积会缩小，表示它的分子结构变紧密了。但是只有水这种东西很特别，它从液态变成固态之后，体积反而膨胀。换句话说，水的固态，它的体积结构更空。这哪会安尼？对，一个是安尼。这水很特别的。你们国中不会学到为什么？你们国中只告诉你会有这种现象。这种现象到高中化学，你才会学到水分子中有一种氢离子，氢原子形成的氢键，会把它结冰的时候把它架空，所以它的体积会膨胀。好，膨胀之后，一个会把那个膨安怎撑大了，撑大是毋是可以滴愈侪水？暗时都撑大，你想要滴愈侪水，来来回回，日复一日，这颗岩石终于怎样裂开了？所以从大颗岩石裂开成中颗岩石，再从中颗岩石裂开成小颗岩石，再从小颗岩石裂成沙子，这一直裂解的过程就是风化。风化最终的产物是什么？沙不是，更小的。比沙搁较细了的是啥？土啦，土壤啊，对吧？土壤是风化作用最终产物，所以咱想要讲爱水土保持，因为你想看卖。去喂一粒大石头，变做土壤，你爱开偌多时间？这有人听几万年好几万年的玉化才会形成土壤但是你有
你若水土保持无好，你一个落雨、山崩，所有的土壤拢全危害，佮变做石头，安尼你该顶来一遍，你就变光秃秃的山头，你要再来一次，好。啊，所以水土保持的重要性。好，第二个空气，空气中啊，我们只讲一个因素，给空气中的氧气的造成头内底有一些含铁的化合物去氧化，哦，含铁则变氧化铁，所以咱看到有一寡红土，迄就是伊内底铁因为空气中的氧生锈造成的。啊，生物咧，乌康嘛，什么生物会乌康？地鼠会打洞，蚯蚓会打洞，但是打洞最厉害的是哪一种生物？国鼠啊，国鼠人啊，人多厉害，人用炸药埋下去，给崩了，整个炸山，所以人最厉害啊，人的风化作用最厉害。呵，这个是咱的风化作用哦。我简单讲解，风化作用就是把岩石原地哦，没有搬走，从大变小的结果，最终的产物就是土壤的变做土。好，这个风化，其实四个内底它比较独立。好来。咱来介绍另外三个亲子搬运成绩。流水，来这我就别它框起来哈，想要把它框起来。会记哦，流水是侵蚀作用最主要的力量啊，这个 river。其实侵蚀作用内底上重要的，啊，上重要。伊会跳出啥物？流水就会雕刻到一直沉的，一直沉的，它就会把河谷切下去，它的造成什么 ？V 型谷，好，也 V 型谷。它这条河流在切的过程中，第一个它会往上游切过去，啊，让这条河越来越长，啊，这个叫向源。啊，它这是于上游最上游，它会向源哦，然后在也是上游地方流速很快的时候，它下切的力量比较强。所以伊会把这条河愈浅愈深，啊，这个向下。啊，但是到中下游的时阵，伊的流速减慢啊，伊该做往两边侵蚀，啊，伊有这条河安怎？我成本愈来愈宽，加宽，所以这个。侧向，好，这里发生在源头，这里发生在中游、上游，它这里发生在下游，啊，发生在下游，形成侧向侵蚀。好，然后伊侵蚀过来物件，伊会开始来搬，所以搬的过程中，伊中下游迄石头本正是崎岖不平的，啊，底下几零刮几零的过程中，它表面零零角角会磨掉，所以中游、中下游会产生圆滚滚的石头，这个哈，鹅卵石，啊，这鹅卵石给我们人生很多启示哈，我们人生遭遇到一些磨练、挫折，就是为了要磨去我们的零零角角。使我们的生命更圆滚滚，好，不是生产更圆滚滚。鹅卵石是不行。它到下游的时候，
一般没有啊，一般没叮当啊，尤其是在什么地方？以后在低头祷告了。哦，等这个。是的。他比较不会困的。丢接啊！正坐。那个来，河流啊，为山顶流来，从山进入平原的时候，它会沉积一遍啊，所以也形成咱些课本讲的冲积扇。这是为山流落来白地，形成冲积扇。你若入海，河流要入海之前的沉积，叫啥？三角洲。三角洲，无咱像迄尼罗河三角洲，什么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。这三角洲拢是做肥沃的土地所以你看一个靠海有港口，所以几乎大河的出口三角洲都形成那个很热闹的繁华地区。所以这就是沉积作用造成的。好，咱来看冰川。冰川它是冰港。所以冰川的特点就是它的流速很慢，但是因为它是硬的，它是冰块，所以它的切割的力量非常强。这种结果造成它不是像流水安尼为下骹一直切变做微型骨，它是规底冰甲，你就像我规底冰甲安尼磨过，所以它形成的骨壁形状叫做U 型骨。来，我问一个问题咱台湾敢冰川会地基？咱台湾敢有过冰川？可能融化了。有哦。冰河时期。我们台湾岛曾经经历冰河时期，所以咱的中央山脉有冰川的遗迹。伫对呢？其实足侪所在，你若有去爬玉山你为迄个八通关遐，就是迄个东势遐入去，你会经过一个，伊个有牌子甲你讲，你看伊山谷咱一般看中央山脉山谷是毋是，拢是安尼，这叫微型谷，这是标准的微型谷河。但是你若看到伊个山是有弧度的。稍微带有一点弧度的这一种，这个就是 U 型。你不要把这个 U 型骨想象一定要跟英文的 U 一样，它只是相对 V 型骨是直了下来，它有一个曲度，它有一个曲度这样子。你若看到伊的山脉是这种的，你就知道它当初就是冰河的遗迹，这就是 V 型骨。这在我们玉山那边的中央山脉。有这个东西后转冰川的沉积物，冰川的沉积物有一个特点，因为冰川是载着大大小小的石头一起走，它什么时候会把它放下？它什么时候会放下它？它一定是冰川融化的时候嘛。所以冰川融化的时候，它是大大小小一起放下来。河流不是河流在冲的时候是大颗的越冲不动，小颗的被带到越远，这种叫做陶显度，所以它整条河谷它可以把大、中、小这样子分开啦。这种陶显度最好的这4个里面，咱讲陶显度给咱把大细量安尼开出来、筛选出来的最好的就是风。你看风在吹的时候，
大粒的根本吹袂叮当，细粒的练两练，爱刷吼，吹严来围一堆，所以风的跑险度是最好，冰川岛跑险度是最差的，因为它融化了，大大小小都这会黑卵，所以冰川的沉积物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大小混合，由大而小都有，这就是冰川的沉积物，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啦，不过课本没讲，我们就不讲了。好，你只要记得，冰川的沉积物是大小不一的沉积物，搬运沉积，搬运沉积是一体的。好，出来，咱来讲点风。风在吹啊，会带着沙粒在吹，会开始磨石头，对，形成上面咱讲的风林石。它叫风磨石，咱也有女王头体会过。只是说脖子会断。啊，本来要长伊啊，对无？所以栅栏围起来，袂当互伊有被风。万不你风你若变做甲伊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你就害啊，你就飞袂了啊。所以大家看就好，但是它还是有一天会断掉哦。所以要安怎？倒之下，啊，灌人坟头，计卖长去，长去个，人就无人来看啊！迄野柳遐大饭店个欢乐啊！啊，你看女王头啊，长去女王头上面一看，甲死海相共啊，无水个死海上面一石头啊，它有风化作用，迄风一直吹，啊，它脖子那边哦的岩质比较松软，头那边的岩质。这我们后面有讲到差异侵蚀，两个岩石不一样，脖子那里的比较容易被侵蚀掉，所以吹一个愈来愈散，啊来头的愈来愈大，啊人管愈来愈散，叫做记载袂了，这个头个落来，好头个连落来，所以这个风林石。好，啊来你若吹藻吼，你若吹藻，吹堆积起来的会哪像沙漠诶。所以就爱垦丁的那个风吹沙，还有一过遐无？在这里4从7车程去附近，你若一压吼，那也就是沙漠地形，看起来都是沙漠地形。啊那边吼有人在玩那个，不过听说蛮危险的，有人用吉普车载着你，在那边爬那个沙漠，按做气球哦，迄吉普车爬沙漠，然后还倾斜到45度哦。啊，但是你上好爱保险，哦，保较悬的，啊，无迄冰车哦，翻车很危险的。还有沙漠，迄个风的搬运沉积物，这搬运沉积你无法分的啦，它就是搬走，然后到风吹沙到沙堆那地方沉积下来，就变做一堆沙安尼。好，上尾啊。咱讲的海运波浪，波浪吼，你若伫沿岸的所在，你就产生这个，这我不写的啦吼。你看所有的海蚀什么的，课本内底写海蚀洞、海蚀门、海蚀崖、海蚀平海，这拢是风侵蚀的结果。你若去迄个遮啦，迄个上面船帆啊是，反正沿岸的地方，啊，绿岛兰屿也有，绿岛兰屿很多，好像是兰屿吧，兰屿有一个军舰营，哦，那真的很像一艘船，一艘军舰哦，上面连那个舰台、炮塔隐约可见。这传说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那个美军飞机拂晓出击，黑天色昏暗，看到啊，这日本的军舰二战的时候，日本的军舰都出名迄大和号啊，看到惊到啊，一直甲崩啊，拢崩袂停嘛。太阳出来看，就逃。所以
沿岸很多，这个都是海浪雕刻出来的艺术品，啊，很多岩石。比如沙岸哦，它就是波浪的搬运沉积物，所以沙滩或是沙洲，这两个有啥无讲？沙滩跟沙洲有啥无讲？What difference？ 沙洲、加州嘛，这沙滩就是甲陆地连做伙的，就是陆地延伸出去到海的就是沙滩啦，袂当讲连做伙啦。有的沙洲嘛连做伙，有的沙洲是伫外海，就是伊的沉积物冲去外海堆积起来。啊，但是有的沙洲哦，就像旗津安尼，伊虽然甲咱高雄是分开，但是伊有一个所在是连做伙，啊，迄嘛叫沙洲。啊，有一点联系跟，可是我沙滩就是陆地的边缘，陆海的边缘，迄就是沙滩。好，啊，那你外海的，就是中有海，中跟本岛本身有隔着海的，这种呢，咱就叫沙洲。好，啊，这拢是沉积物。简单来讲，沙岸就是这个海运的搬运沉积物。啊，你若沿岸就是啥？伊会侵蚀。哦，沿岸你就是，你若有落海大过，你就知，迄有够恐怖。你若脱赤骹吼，赤脚去踩吼，你骹若滚去吼，你的脚底就一道口子，一道伤口，嘿，刮人。我迄阵去绿岛浮潜吼。啊，有一个同学，阮咧去困吼，伊透早去浮潜，啊，给阮迷迷糊糊中在睡觉，又看到他回来，等我们睡醒下床，看到他吓一跳，啊，怎么肚子这边吼都贴卫生纸胶带粘着好几个，滑到，啊，伊就是安怎？他说他去浮潜吼，一下水吼，一个海浪吼冲上来，把他往那个沿岸撞过去哦。结果他说他整个肚子就被那个石头这样磨过去哦，就变这样哦。他自己还开玩笑说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磨过去刚开始的时候哦是白色的哦，啊那个油嘛哈，啊尾啊渗血出来哦。我等来我的同学讲到我超夸张的，我说你看大家在睡觉，那个遭遇镜头。跟这节海浪打过来后，把它钉到那个沿岸上，我们就把它拔出来了哈。魔鬼。迄偌恐怖的哈。啊，所以那个迄个爱注意，你爱穿衬拖，啊莫脱赤脚。哦，咱地貌改变，不要紧，咱上尾啊，来咧猜新史讲了，啊咱。恁迄个吼河道的吼，爱等伊家己先看。好，咱剩第三个部分，啊恁先看，啊咱因为咱上尾啊一节课拄啊是考前一天，后礼拜放假，啊咱爱等到考试前一天我才上最后一节课，我们再把这一段，但是恁先看，这剩一点点啊呢，好，啊落尾这沙夷侵蚀。沿岸跟页岩跟砂岩交错，但页岩抗侵蚀的力量它比较弱，砂岩比较强，所以会形成页岩层比较凹陷，哦，造成山头崎岖。这个沙夷侵蚀啊，这个名词注意解。好，等于哦，这一章的。你回去，今天有作业哦。然后我们下礼拜除了要讲之外，我们还要做一个小考哦，啊，就是模拟考试哦。等于也复习啦。所以你来把这一章的活动记录本写完，知影无？大家好。活动记录本习作，后面的自己先看完，然后写完这一张活动记录本，
啊，我们下礼拜我们会做考前复习，会做个小考，安尼好，安若无问题，咱下课。